香港嘅鋪頭集體執笠，香港倒閉潮究竟有幾嚴重呢？39年歷史嘅大昌食品宣布執笠，28家實體店全部退出零售行業，41年嘅大班麵包，33年嘅海皇粥店，呢啲幾十年嘅老字號通通拉閘。茶餐廳嘅頂流翠華市值從巔峰時期嘅81港元跌到3億，真係大跌眼鏡。香港實體店大批結業，究竟係暫時嘅落魄啊，定係無可挽救嘅定局呢？曾經銅鑼灣嘅羅素雞係幾咁繁榮同埋奢華。2021年龍琴數標為咗搶個鋪面，月租金高達230萬港幣。當時嘅羅素雞被評為全球最貴嘅商業道，一度超過紐約嘅第5大道。如今呢度淪落為手機嘅配件店，月租金由當時嘅230萬跌到13萬唔到，跌幅係高達90%。意大利品牌 Prada 關咗月租900萬嘅旗艦店，唯物當年以月租800萬簽咗10年嘅租約，捱唔過3年，情願賠付天價嘅違約金離場。2025年香港有4大核心商圈嘅空置率就去到12%，可以話係前所未見。香港鄧成波家族嘅興衰，淨係呢一變局嘅寫照。2021年鋪王鄧老先生過世嘅時候，香港樓市處於巔峰嘅時候，由佢嘅細仔鄧耀升接班之後，香港嘅商鋪租金開始大幅暴跌。鄧耀升為咗自救，賣出90套房產，仲賤賣咗自己住嘅豪宅。就算係咁樣操作，套現咗數百億港元，亦都難逃呢個危機。最終喺2025年7月份申請破產。一對鋪王嘅傳奇就咁樣退出歷史嘅舞台，真係令人唏噓。另外，香港寫字樓嘅租金亦都大幅下跌。李嘉誠嘅長江中心租金5年內跌咗30%，所以香港實體店集體執笠主要有4個原因。第一係服務態度唔好，香港甚至被新加坡嘅媒體一度稱為港客之都。自己口碑唔好，你客戶自然就會流失。好多人可能就會好奇，點解有錢揾香港商鋪嘅服務態度會咁差呢？首先，以前嘅生意好做，內地嘅遊客係多到接唔切。香港嘅老細自然就唔會珍惜客戶。另外，以前嘅生意好，商鋪嘅業主就會年年升租金，甚至好多人會去炒呢個商鋪。根據相關嘅數據，香港鋪租嘅成本佔到商家營收嘅40%。喺面對鋪租成本高壓之下，商家就只能壓縮服務，提高利潤，限制客戶嘅消費時長，增加翻腿率，增加員工嘅做嘢時間。接落嚟就好明顯啦，伙計啲壓力大，自然就冇心情提供更好嘅服務，經常就黑口黑面。第二係港人北上消費，大批香港人湧上內地消費，本地消費者嘅流失，呢個都係香港實體執笠嘅關鍵因素。佢哋去深圳食潮汕牛肉火鍋，上中山食乳鴿，上珠海就食海鮮大餐，價格平到香港人唔敢相信，消費體驗又好，服務態度冇得彈。北上消費已經成為香港人週末嘅日常，一計條數，比喺香港平咗一大半，而且香港餐廳都要收取10%嘅服務費，你去食個快餐、冷飲都要另外收費。反觀內地品牌，唔但有七唔收，仲可以免費續杯，所以有香港人乾脆就將屋企搬上深圳，朝頭早就坐地鐵返香港返工，到夜晚再返深圳住。最慘嘅係咩呢？內地品牌陸續南下搶生意，目前已經有超過60個內地餐飲品牌入駐香港，10幾蚊一杯嘅麥雪冰城平過本地茶飲1/3。譬如霸王茶姬、喜茶、瑞幸等等品牌從深圳一路殺過香港。內地品牌有更低嘅成本、更高嘅效率以及更好嘅服務態度，直接秒殺香港實體店。第三點就係消費降級，近幾年大經濟唔掂，居民對價錢更加敏感。香港餐飲店消費高得離譜，求其食一餐飯就係一嚿水，呢個又係導致香港客源流失嘅重要原因。最後係香港電商嘅彈起，隨着疫情之後，香港網購更加普及。2025年香港電商滲透高達60%，消費者越嚟越傾向線上買嘢，導致香港實體店線下嘅客流越嚟越少。總結嚟講，香港實體店大批執笠嘅背後係多重不利因素疊加嘅結果。除咗港人北上、品牌競爭加劇，仲有租金以及人力成本高等等呢啲原因。無論係鋪王家族嘅巨變，
定係香港普通市民嘅困境，都喺度講緊一個事實。香港實體店咧需要重新思考自己嘅定位，喺新嘅競爭入邊咧揾到自己嘅位置。只有跟上時代嘅腳步，先能夠生存落嚟。覺得我講得啱嘅，轉發俾你嘅老友。